大家好，午安啊！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屬於我自己嘅故事。呢個唔係古天樂，大家係咪有啲失望咧？係我嚟嘅。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叫做《尋人記》嘅故事。咁大家都係做保險行業啦，其實我哋每一日不停都喺度尋覓緊唔同嘅人嘅，包括咗我哋嘅客戶啦，我哋嘅夥伴啦，甚至乎好多你都要需要尋覓。咁所以今日我由呢一張圖開始我今日嘅分享。好，或者大家認識我都會覺得我好中意玩啦，打波啊、唱歌啊、滑雪啊、滑水啊，好似咩玩嘅範疇都會見到我嘅身形。咁或者今日可以再詳細講少少，究竟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可能大家未必見過我呢一面。其實由細到大，我好中意去玩唔同嘅項目，打籃球啦、合唱團啦、田徑啦、跳遠啦、唱歌啦，好多嘢我都好中意玩。但係其實我由細到大中意玩呢啲項目嘅原因係因為我好中意比賽。因為喺比賽嘅過程，我會發覺每當我去報名去參加一樣比賽嘅時候，我成個人嘅專注力就會喺嗰個項目上邊開始去付出一啲嘅事情。例如我去揀一個歌唱比賽，由我決定去報名，我就會個腦開始去諗，究竟我應該揀一隻咩歌呢？揀一隻歌，邊一隻歌嘅贏面會比較大呢？唱呢隻歌我會用一個咩心情去演繹呢？究竟我用 chest voice、head voice， 用咩 voice 會係俾個評判睇到我最好嘅 performance 呢？咁所以我係好中意比賽嘅，因為比賽成個過程帶俾我係一個，我會通過我自己嘅努力去訓練，然後到最後有一個成果。當然，中意比賽嘅原因都係我同大家一樣，我都好中意贏嘅。我相信冇人中意輸，係咪？但係又係咪真係咁容易贏呢？由細到大我玩咗好多嘅比賽，但係今日可以同大家好老實咁講，我大部分比賽都係輸，甚至乎贏嘅真係好寥寥可數。咁但係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頭先所講喺個比賽過程確實能夠令到我去好專注去學習，或者係喺個過程之中成長。呢個係喺個比賽裏邊最中意做到嘅事。呢個分牌，如果大家有打波嘅，應該會見過嘅。呢個分牌係一個籃球嘅分牌嚟嘅。咁分享翻我自己少少嘅細個嘅一啲故事啦。咁我細個係一個籃球隊嘅隊員嚟嘅。咁我相信呢度都會有啲人係打籃球㗎啦。咁好記得以前我哋有個叫學界嘅籃球比賽。學界籃球比賽就係全港九新界嘅所有嘅籃球隊都會集合喺嗰度去比賽，去選九龍新界香港嘅冠軍咁樣啦。咁當年我記得係中一咁上下啦，就入選咗籃球隊啦。咁因為都係參加咗比賽啦，咁以我自己嘅性格，我就會不停去訓練啦。咁喺以前我嘅世界咧，籃球咧，我射波好準嘅，基本上可以自己練習嘅嘢，我都會練習到喺我自己嘅世界最極致嘅。所以年年嘅嘉年華嗰啲咁嘅籃球公仔，基本上都俾我贏晒㗎啦。咁所以咧，我係好中意練習啦，亦都可以練到好極致。咁但係好記得呢一個比賽，我哋出隊打第一場波，我哋係0-43，係0分啊，係1分都攞唔到。嗰陣時小朋友嘅我哋出隊打場比賽，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嘅學界籃球係唔係而家咁分4節嘅，係上半節同下半節20分鐘同20分鐘。我記得打完上半場係20幾比0，我哋入到更衣室，我哋同教練講，可唔可以唔打？我哋好驚啊，直情係好驚出翻去比賽啊，個個都唔想出場啊，因為小朋友打籃球其實好開心噶嘛，係爭住去玩啊，但我哋每一個都唔想出場，因為覺得好醜啊。我好記得呢個心情，因為點解呢？我咪話我射波好叻嘅，根本就射唔到，因為你一射人哋就 block 你咯，你一射人哋就 block 你，因為人哋個個都高過我哋。
你而家見到我身高都係正常人嚟嘅，咁但係中學生嘅時候都唔係高噶嘛，咁所以好容易俾人 block。咁我哋成隊波都唔係特別高，咁所以我哋好沮喪嘅就係、原來我哋練習咗咁多嘅努力，出到去原來係波都射唔到。咁當然教練作為一個老師，佢唔會同我哋講話叫我哋唔好出場啦。當然會同我哋講有始有終，一定要做埋佢嘅，努力做好自己最好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大家都會知。咁於是乎我哋下半場都係好努力去做，但係教練講咗一句説話好好嘅，你進攻唔到，你咪做防守咯，唔緊要㗎。睇 NBA 都有講過，攞分叻你可以贏到比賽，但係你要贏冠軍，你一定係做 defense。咁於是乎我哋下半場就做好啲防守，盡量將個得分減低咯。咁當我哋有得分減低之後，確實我哋個狀態係好咗嘅。咁而下半場我哋係有射到波嘅，不過可惜射唔入啫。有陣時比賽就係咁噶啦，你練得幾好都好，喺現場嘅狀況唔係你可以預計到嘅。咁所以經歷咗呢場比賽之後，對我自己嚟講係一個好好嘅鍛鍊。因為輸咗呢場比賽之後，我哋個個都一齊喺度喊，好記得個畫面。喊係覺得當時小朋友啦，覺得好醜怪。點解醜怪啊？中學生除咗打波讀書仲有咩啊？你啊係，我都係嘅。咁一場比賽啊，我哋梗係叫晒啲女同學啊、咩同學啊、出邊隔離學校嗰啲個，喂，我哋比賽啊，我係我學校嘅籃球隊嚟㗎，好犀利㗎嘛嗰陣時，0分喎。射都射唔到喎，即係好瘀啊！大家真係覺得好瘀。咁但係唔緊要，消化咗件事，我每年都繼續有持續參加呢個學界嘅籃球比賽嘅。咁當然會有贏嗰啲比賽，亦都有輸嗰啲比賽啦。但係呢個故事真係喺細個嘅時候已經入咗我自己心裏邊，覺得原來比賽係一回咁嘅事。咁好啦，呢幾張相就近期啲嘅。咁大家可能有睇我 Facebook 定我都知道成日去比賽啦。咁近期係中意玩歌唱比賽啦。咁而呢幾張相咧係我啲朋友嚟捧我場嘅時候幫我影嘅。大家見唔見到右邊幅圖我喺邊啊？係咪好黯然啊？係咪爭個 spotlight 同一隻烏鴉啫嘛？應該係咪？咁呢張相都係啦，拍緊獎，但係係咪真係拍獎啊？其實呢兩張相都係我比賽完之後去評判宣佈啊，邊個攞冠亞季咧？咁而呢張相係咁樣去捕捉翻嚟嘅。咁籃球呢個都係啦，都係最近打啲聯賽咁輸咗，行翻入更衣室啦，垂頭喪氣咁啦。咁我好想俾呢啲相大家睇，係究竟你哋自己有冇望過自己輸嘅時候嘅樣係點樣？其實要睇嘅，因為我哋要了解自己點樣輸到點樣樣衰，我哋先至有機會知道自己可以點樣贏。呢個係我哋要知道。咁所以喺通過呢啲相，其實我自己都唔知我自己個表情係咁嘅。我啲朋友 send 俾我，哇，原來個樣真係沮喪得咁緊要嘅咁。咁但係都唔緊要，因為我覺得比賽從來都唔係贏就輸嘅，咁所以冇所謂嘅。咁喺以上呢啲比賽裏邊，我自己學習到嘅係一個心理嘅韌性。所以我而家嚟到呢一刻，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冇咩可以唔輸得嘅，我咩都輸得，我好彈性嘅。即係我唔會覺得係一定要贏，因為通常我都唔贏㗎啦。咁但係我就係中意個比賽嘅過程，贏就最好，我會好開心。輸我就覺得冇所謂，下次玩過。咁我而家嘅心態係咁，所以由細到大係咁樣訓練出嚟。咁我相信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成長型嘅思維。我慢慢睇得開咩叫比賽同埋心態點擺。咁好啦，講翻入到呢行嘅時候啦。入行前嘅我，其實大家知唔知我做咩㗎以前？PT 全部都係 PT 係嘛？你哋中意我做 PT 啫，其實我係有2份工嘅。我自己係做生意嘅，我做一啲網上面嘅生意嘅。咁以前做網上面嘅生意，再之前我係做一啲門市嘅，即係喺一啲油尖旺最旺嘅地方開幾間鋪嗰啲咧。咁我有幾間鋪頭嘅。咁我嗰陣時我記得每一日趌起身擘大眼，我就爭人周身債㗎啦。點解啊？喺做生意嘅世界，租金、人工、燈油火蠟、click 跨啦貨錢，我唔好講我賺幾錢啊！我擘大隻眼我就已經係欠緊人錢。咁所以我嗰陣時最驚係咩啊？最驚係打風啊！因為打風你嗰日就冇生意冇營業額，咁我
幾何級數上，即係我第二日我又要再加我嘅盈利上去咁樣嘅。咁所以以前做生意嘅我係咁啦。咁另外做生意嘅時候都訓練到一種睇得好前嘅嘢，因為我以前係做一啲鋪頭啦，之後係做啲網上生意啦。咁我係好早期，可能淘寶都啱啱興嘅時候，我已經係玩緊一啲網上銷售嘅嘢。因為我當時都覺得，喂唔係喎，我哋係租啲咁貴，因為每個月交租都幾十萬嘅嗰度，淨係交租咁高成本嘅生意，我哋去做一啲咁唔穩定嘅生意，仲要唔開一日鋪頭都會對盤生意有影響嘅嘢，好似唔係好好喎。不如試下網上啦。咁後尾係做啲網上嘅營銷咁做，後尾又 OK 喎，因為又啱啱嗰個潮流係咁樣去做一盤生意。咁於是乎咁樣，我自己做生意就係咁樣訓練到自己。哦，原來做生意你係要俾人哋睇得前。因為當你嗰盤生意 run 得好好嘅時候，即係代表住人哋都好快 run 得好好。咁即係話喺生意嘅世界，可能你會出現好多嘅競爭對手，你就要俾人哋快啲跳去第二個生意模式。咁喺做生意嘅世界係咁樣嘅。咁所以我接觸到呢行之後，我係睇到個商機。我睇到個商機係，喂，正喎，保險。我擘大眼唔使爭人錢喎，我至多都係冇簽單、冇生意、冇錢啫，有咩大不了啊？至多冇 FIC 啫嘛，係咪先？唔使死嘅喎，但係起碼我唔會一擘大眼我爭人錢先啦，我唔使驚打爆風球啊，我就咪至多安排第二日先見客啊，或者第二日先做嘢咯。咁我望到個商機就係呢行有得做，生意成本低，輕資產生意模式。我嘅資產其實只不過就係做一套西裝同買部 iPad 啫嘛。我都諗唔到第三樣，所以我見到喺呢一個行業裏邊有一個比較好啲嘅發展空間俾我自己去發展。咁於是乎，當年我就係咁樣去入咗呢一行。咁當然啦，我入得呢行，我自己都有自己規劃我自己嘅行業路線嘅。好似我打一場比賽，我參加一場田徑比賽，我究竟參加100米啊、4x100啊、400米啊、800米啊，究竟邊個路程啱我跑呢？究竟4x100我跑直路定跑彎路？咁我又好清楚。咁於是乎入咗呢行，我同自己講，我一定要做 leader，因為喺一盤生意裏邊可以槓桿到人哋嘅時間，又可以做到一個裂變型嘅創業。咩叫裂變啊？即係話我自己係一個單元去賺緊一個盈利嘅時候，我可以將呢一套嘢裂變咗去第二個體度，同時幫我賺翻錢。我可以擁有呢個模式，咁我梗係要做啦。同埋最強嘅原地 slash， 因為我以前都係噶嘛，我係 PT， 我又係做生意，我不嬲都兩份工噶啦。咁但係做保險有度正喎，我做 agent， 我再做 leader， 好似兩個唔同嘅角色，好似 slash， 但係其實我係原地嘅啫喎，我多份收入喎，無啦啦，咁我點會唔做咧？作為一個生意人。咁亦都預留一個未來嘅選擇權啦，因為好老實講，我自己以前做 PT， 點解我唔做咧？因為我以前大隻過而家好多啦，我相信大家都記得，而家真係冇咁大隻啦。因為做 PT 有個壽命㗎，我哋要 keep 住去練啦 ，keep 住去操啦 ，keep 住好 fit， 因為你就係自己嘅生招牌。咁同樣我會諗到一個生意模式，就係我入到嚟呢行，我唔知我係咪永遠都咁跑得啊？我唔知我係咪60歲我都可以夾住個公事包出去，一日見3個 appointment。我唔知我得唔得啊？咁萬一唔得點啊？我當然我覺得我第日嘅使費一定大過今日嘅喎。咁到時我咪好危險咯，因為我已經到時唔可以再轉行㗎啦嘛。咁所以我今日一定要做一啲嘢，令到我日後有一個安心。呢一個係我選擇行呢一行其中我會諗嘅一個位，因為我做 leader，起碼有機會，我就算跑數少咗，我喺管理層嗰方面。可能有一啲 income 令到我可以喺嗰邊輕鬆少少，呢一個係我嘅選擇權。我要今日做啲嘢，我第日先唔會後悔。咁作為一盤生意啦，有錢賺嘅嘢唔會唔做嘅。如果一個生意佬，咁所以歸納咗以上嗰啲種種嘅原因，我入呢行第一日已經一定要有呼吸喺呢一行，我都要搏命去盡力做一個 leader 嘅。咁好啦，入到呢行之後，我就寫咗自己嘅劇本。我要點行咧？呢一行兩條腿的劇本，我相信好多人都講啦。我哋呢行要兩條腿走路，咁兩條腿包括我哋 manager 嘅角色啦，同埋 agent 嘅角色啦。咁於是乎喺呢一行入咗嚟之後，好努力。第一年做 MDRT， 第二年 MDRT， 第三年 MDRT，
第一隻腳踏咗入嚟啦，做咗3年 MDRT。過咗3年之後，第二隻腳踏上去，我就開始做 manager 啦。咁做咗 manager 之後，自己其實升咗職嗰一年，真係好慶幸啦！做咗3年 MDRT 嘅升咗職。咁其實嗰一刻自己好多嘢諗嘅，因為自己入行嗰日或者係未入行嗰日已經諗住做 manager，其實好多諗法。因為經過咗3年幾嘅消化，個腦裏邊好多想做，好想搬以前做生意嘅模式，又好想搬好多唔同嘅模式落自己團隊裏邊。於是乎個心好紅啊，想做好多，想諗好多，想幫自己團隊做好多嘢，想幫自己區域做好多嘢，真係想做好多嘢。咁呢個係我啱啱升職嗰年喺 manager 角色，我自己個心態層面做緊嘅嘢。咁而喺 agent 角色嘅層面咧，確實係嘅。升咗職之後咧，覺得自己好充實，因為你嘅時間已經唔係屬於你自己一個人用，你會帶你嘅團隊啦，你會去教佢哋嘢啦，同埋你個電話你係隨時24小時 on call 啦。因為可能個 agent，我而家見嗰個朋友啊，我想講啲咩，可能會即刻問你啦。咁你變咗你好多時間上你會好充實。咁而且你會感覺上覺得自己好忙，因為你要諗點樣做好團隊啦，你又要諗點樣做好埋個區域，有冇啲咩可以幫到手啦，又想幫啲agent 做好佢嘅生意啦。咁於是乎咧，你就會忽略咗自己啦。喺第一年升職，所以升職之後咧，確實雖然覺得好忙，但係就冇乜擺好多時間喺自己度。咁自己嘅心態上就覺得唔緊要啦，我都做咗幾年咯。我覺得今年嘅 MDRT 都係好似前3年咁照 copy 出嚟嘅啫嘛，唔難嘅，駕輕就熟，覺得好輕鬆咯。咁但係確實喺嗰一年，我係輕視咗呢樣嘢嘅，因為確實第一自己基本上啲時間分配得唔好，咁於是乎喺呢一年之後，我就失落咗第一次嘅 MDRT。咁所以頭先第一幅圖係2隻腳行路。原來俾我嘅感覺，升咗職嘅第一年之後，原來我行緊鋼線喎。原來唔係行緊上去啊，原來我行緊鋼線啊。點解行緊鋼線啊？即係話你求其一隻腳叉落嚟，你都可能跌死㗎。點解咁嚴重咧？因為我哋要有收入㗎嘛。咁所以喺 manager 嘅角色，當年啱啱升職，即係第一年啱啱升職，以為自己係做緊管理，以為管理係咩都管。咩都理，個 agent 打嚟，你又有求必應，叫你做咩你就撲到去做，以為呢啲係管理，咁所以做起事上嚟，或者好多諗法、好多嘢 plan， 完全冇 plan 嘅，其實只不過諗到嗰一刻做，然後就去做，完全冇計劃、冇 plan， 同埋最主要係喺第一年嘅 manager 身份裏邊，有求必應之下咧，其實係阻礙咗 agent 成長。因為我發覺1年過後咧，點解佢哋仲差過上一年嘅？你會覺得，即係直情係你會感覺到好似真係啱啱入行3個月嘅 agent， 你會覺得明明湊咗年幾2年㗎啦，點解會咁咧？咁喺 agent 嘅角色啦，升咗團隊之後，確實係嘅，自己寫個劇本3年升職做到喎，個人飄喎。個人覺得，咦，我真係做到喎！我要做 MDRT 又做到，我要升職又做到。個人忽然之間覺得自己好勁，於是乎你咪覺得自己好勁嘅時候就會輕敵咯。咁所以就做唔到咯。咁亦都係啦，諗住去槓桿人哋嘅時間幫自己揾錢，點知嗰年係俾人槓桿翻自己嘅時間。咁我相信好多人啱啱做 leader 都係咁嘅，係啦。咁我覺得都係經嘅過程嚟嘅啫，咁同埋將自己跑數嘅時間擺到最後啊，覺得咦年頭喎，幫團隊嗰啲人谷一谷先啦，年中喎，好似幫佢哋快啲搞掂啲數好啲喎，將自己擺到好後。我相信可能同啲爸爸媽媽一樣㗎，係嘛？我唔係人父母啊，係咪啲父母都係會將啲小朋友擺先㗎嘛？即係病就唔好病啦，我病啦，肚痛咧我肚痛啦，幫佢頂啦。或者係所有嘢都係梗係爸爸媽媽行先，我覺得係啱啱升職有種咁樣嘅好偉大、好宏大嘅心態，我覺得係好嘅，但係拿捏得唔成熟。咁於是乎將自己擺到後，覺得唔緊要啦，我用半年時間追翻 MDRT 咪得咯。
咁於是乎係嚴重高估咗自己跑數嘅能力咯，因為自己根本就冇咁勁，因為幻想咁勁啫，其實就根本唔係好勁。咁於是乎喺呢件事上邊，我好記得我真係反思咗1個月啦，感覺到自己2個角色都唔合格，唔係我想要嘅嘢，我劇本唔係咁寫嘅，完全唔係我要嘅嘢。咁但係我記得嘅，當年做唔到 MDRT， 我記得阿錢生邀請我去分享，咁我都好多謝佢嘅，喺度再一次多謝佢，俾啲掌聲我阿錢生先唔該。因為嗰年咧做唔到 MDRT 咧，錢生就邀請我去，不如同我做個分享。我有咩分享我值得？係啊，就係分享你做唔到 MDRT 咯。咁我好記得一件事，咁我有應承我今日去啦 ，OK 冇問題。咁嗰一刻有啲同事問我你去分享啲乜嘢啊？跟住我話錢生叫我去分享做唔到 MDRT 喎。咁有啲人哇你咁都肯去嘅，直情喺你傷口上面撒鹽喎。又或者哇咁好瘀嘅喎，要你講點解做唔到喎，唔係要你講做到喎。咁但係我當時我自己心態真係好簡單，其實我可能真係因為比賽得太多啦。冇所謂啦，即係喺我心裏邊輸一局半局，同埋我自己心理上就好自大嘅。我有一刻都覺得錢生揾得我去分享，斷估嗰條友成日都失敗，唔會有人分享啦。跟住覺得佢唔應該失敗，或者平時都唔失敗，偶爾失敗先值得聽㗎啦，係咪？你去奧運你都唔會訪問一個次次都跑第尾㗎嘛，係咪？咁我自己又覺得都幾叻咯，係咁我都幾叻咯，我覺得冇問題 ，OK 喎。咁於是乎就係咁樣咯。咁但係自己心裏邊都會覺得唔合格啦。平時去比賽或者喺我嘅人生好多事裏邊，其實每當我有挫敗嘅時候咧，我自己會有一個 system 幫我自己去，我稱呼為回魂4部曲。咩嚟嘅咧？首先係會沉澱嘅，因為我係一個對自己好老實嘅人嚟嘅，我係俾自己唔開心嘅。咁所以頭先第2幅相影自己好衰個樣輸咗咧，其實我好樂意睇嘅，因為咁呢個真係我嚟㗎嘛。咁所以我好樂意承認自己唔開心。咁我會好誠實問自己即係做1年 manager 啦，又唔覺得你請多咗人，你嘅 agent 又唔覺得跑到啲咩數，自己啲生意仲要差咗添，究竟有咩感覺？我要問自己，同埋出現咗個感覺，究竟點解會有呢種感覺？咁當年我嘅感覺係我覺得好挫敗嘅，挫敗嘅原因係因為我個劇本諗住10年入行就 life member 㗎嘛，你而家要我斷咗年，即係冇一世都冇得追喎，即係我唔可以好似Joyce Michelle 嗰啲咁，永遠都冇機會㗎啦，因為你斷咗一年啊嘛，係咪？咁所以挫敗喺呢一度。另外第2樣嘢就係，我覺得我以前有做生意又成，我都 manage 過好多嘢啊，咁。點解我做過經理管幾個人都管唔掂，仲要自己都衰冧埋嘅？呢一種挫敗我係有嘅。咁但係唔緊要嘅，我覺得人嚟㗎嘛，有情緒，由得佢去沉澱下，沉澱下之餘再去消化，過都冇咯，我自己會消化，正面啲面對咯。咁都係嗰句啦，我好相信自己會成功嘅。咁所以呢一刻我覺得未得，都係未成功嘅啫。同埋我覺得任何嘅挑戰、比賽好或者做生意，任何嘅嘢，我覺得。你唔會一帆風順㗎。如果有一帆風順嘅嘢係假嘅，呢個喺我嘅世界裏邊，可能你哋好一帆風順啦嚇。咁真係會，我覺得係咁㗎啦。即係其實好簡單4個字，係咁㗎啦，就係我嘅格言。即係冇一啲好宏大嘅説話，係咁㗎啦。咁當然4部曲之中咧，我認為4部曲係一個烹調嘅食譜啊。我用個4步去令自己回魂。但係喺呢個食譜背後，我需要有調味料，而我嘅調味料就係呢啲。可能大家認識我都會，譬如你成日都做呢啲嘢㗎啦，冇錯啊！呢啲嘢就係令到我保持我 energy，同埋令到我做嘢有能量嘅動力。大家可以留意下左上嘅呢幅圖比較特別嘅，我揞住隻耳仔唱歌。其實呢張相係今年嘅年中嘅時候影嘅。其實我當時係真係有啲壓力，因為我當時嘅組數又唔夠啦，人數又唔夠啦。自己數又唔夠啦，仲要係當時啱啱走咗一個好好嘅 agent 啦，亦都擺咗好多心機啦。咁當時確實係好挫敗，亦都公司有俾啲壓力我啦，因為我哋一啲優化嘅經理咧，定期公司都會去量度住我哋嘅進度㗎嘛，咁所以都會有啲壓力啦。咁嗰一刻係
無端端左耳係失聰，聽唔到嘢。咁幸好係我好即刻去睇醫生啦。咁醫生都話你壓力太大啦咁樣。咁亦都好啦，即刻食一啲類固醇啊。咁慢慢啲聲都有翻喺度。咁但係喺我咁差嘅狀態之下，咁我會做咩咧？我會去唱歌咯。咁我好記得我聽唔到嘢，但係雖然嗰種聽唔到嘢係聽唔到一啲正常嘅聲，但係聽到好多唔正常嘅聲，就好似一個壞咗嘅喇叭、壞咗嘅耳機，淨係聽到 V 咁樣咧。咁所以其實我隻左耳好辛苦，我淨係聽到 V， 咁我就係揞住左耳靠右耳聽後邊個鼓嗰啲拍子去做咯。咁好似好辛苦咁，但係其實我真係好開心。我喺個台上面唱歌，我去滑水，我去打籃球，我去唔開心上個山度行一行，去打籃球嗰樣嘢，我令到我覺得好開心同我好滿足啊呢件事。所以呢個係我嘅精神食糧。咁好啦，有精神食糧，我哋又翻去個食譜度啦。個食譜去到第3點咧，我就會去開始，因為個情緒好咗啦嘛，我會開始去檢討同埋調整啊。咁我首先要好清楚我自己究竟我而家做緊嘅嘢，我個核心目標係乜嘢？我核心目標喺嗰一刻，我就係一定要確保到我可以雙腳走路，因為我入嚟我就係要雙腳走路。我而家跑唔到 MDRT，即係或者即係簡單啲講，即係我收入低咗啦，即係個收入唔夠我使嘅時候，就係行唔到嗰雙腳走路啦。咁即係話我要做啲嘢，令到我有能力繼續雙腳走路。咁同埋做管理方面啦，其實講到尾即係管咗自己先啦。即係諗住升嘅職就好勁，其實自己都未管理好啊！自己個做生意節奏各樣都唔好，咁所以第一個要訓練嘅 agent 原來係自己。最 fit 嘅 agent 應該第一個要係自己，你可以自己操控到自己點樣去跑啊！最清楚自己係邊啲位係會摸到自己啦，邊啲位自己會沉啦，你最識得 control 嘅應該要係自己。咁同埋喺管理方面唔做保姆啦，因為過往就係太過俾太多啊！某程度上真係明白嘅，好似做小朋友咁，一個小朋友問你一樣嘢，你得啦，我幫你做啊。其實好簡單好快，亦都好快達到嗰個結果嘅，但係佢冇進步啊嘛。咁相反，你要令到佢自己去學識呢樣嘢，相對花嘅時間係多嘅。咁但係我哋係要做呢樣嘢啊嘛。咁於是乎諗翻起轉頭，其實我就係要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再花多啲時間喺團隊，令到佢哋成長，或者陪伴住佢哋成長，或者係啟發佢哋去點樣去諗一啲嘢。咁所以轉為行動啦。行動就係、我記得嗰時分享都有講，我要將，因為過往我喺頭3年 MDRT 咧，其實我啲單好細嘅，平均都係2-3萬試一張單啦，可能50-60張單一年咁樣。咁所以嗰次失敗咗之後，我話我要將啲 case size 推高，令到我可以騰出多啲時間去做我嘅團隊。咁於是乎喺呢一個 case size 提高之下咧，我就好有意識咁樣去開始去針對一啲邊啲客俾到我比較高 FYC。咁於是乎我去咗內地都認識咗好多朋友啊，或者做咗好多活動，同埋好有意識咁樣針對住我身邊究竟有邊一啲係一啲小老闆，可以能夠提供到一啲比較大 FYC 嘅私數俾我，令到我可以減輕到我嗰個工作量咧。咁喺呢幾年我就係做呢一樣嘢，同埋分配時間啦，因為始終都係嗰句請人都係始終我哋最要做嘅嘢啊嘛。咁而3年之後啦，頭3年做 MDRT， 第4年升職做唔到，跟住過咗3年，我又做翻3年 MDRT 啦。咁我 review 翻過往呢3年，就做翻晒我當初我 set 嘅嘢啦。做翻就係啲咩咧？由頭3年我啲 FYC 通常都係2-3萬一張單，一個月都係幾萬蚊咁啦。咁喺近呢3年，我每年都會有1至2個月係6位數嘅 FYC 嘅。咁當然 case 我係少咗嘅，由以前50-60隻 case，可能而家係30幾、20幾咁樣咯。咁所以經過呢一次嘅改變，令到我可以知道，原來我作為 manager 嘅身份，我兼顧2樣嘢，我就要去變啦。咁而喺呢一個變裏邊，我喺呢一個空間裏邊，我生存到落嚟。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做 manager 嘅，除咗數，人都好緊要嘅。咁我記得我當年嘅劇本係3年升咗manager 之後，過咗3年我要有一個10人嘅團隊嘅。咁睇呢幅圖係有10個嘅我請過，但係其實而家留低嘅都只不過係3個。咁而走咗嘅7個裏邊咧，
仲要有兩個係去咗第二間公司嘅。咁確實對我嚟講係好傷嘅。咁因為頭先都講啦，我哋去湊 agent 要擺時間擺心機，你要諗每一個人嘅性格啊，點湊佢啊，點樣摸佢啊。咁我記得第一個 agent 走嘅時候咧，我 OK 嘅，因為點解咧？當時疫情，咁佢啊 ING， 咁啊真係做唔到生意。咁而自己都真係好新啦，湊唔掂，咁我都 OK。咁最尾近年走嘅 agent 咧，我唔 OK 喎。因為我 recruit 咗佢2年，又令到佢真係短時間內跑到數，咁點解都會走咧？咁唔 OK 話唔 OK 啦，我覺得都係要反思嘅呢件事。咁於是乎自己開始沉澱，都係嗰句，我俾自己唔開心嘅。咁確實我花咗時間心機落去，個人仔走咗，咁對我嚟講係傷嘅。咁但係傷還傷，都一定要諗翻自己究竟有啲乜嘢做得唔好。咁喺內心裏邊啦。我有種被背叛嘅感覺嘅，好似拍拖俾人嗰啲叫咩啊？唔係飛啊，劈腿，即係一腳踏派帽係啦，俾人戴一頂綠帽咁，我覺得，即係點解咁嘅？我花咗咁多時間、心機、心血，我係真係對你好嘅喎，我係對你好嘅喎，但點解你揀第二個啊？即係真係好內心嘅世界係咁咯，咁又或者自己唔好啦，真係有，咁所以面對自己被背叛嘅感覺啦，咁被背叛嘅感覺點解會有？就係源自於我擺咗好多時間心機，我栽種咗嘅嘢，我得唔到嘅成果，咁解咯。咁沉澱完之後正面消化，咁老實講，自己諗諗下，又覺得商業社會嚟㗎嘛，跳槽好正常啫，係咪先？東家唔打西家，人係會跳槽㗎嘛。係咪？即係唔一定係你唔好啊，可能咁啱就係夾唔到咯，好難講啊呢啲嘢。同埋都係嗰句啦，條路係咁㗎啦。只不過我哋行做經理呢條路，我相信每一個經理都一定經歷過，一定經歷過湊人啦、湊完人啦又走啦，有啲又帶唔大啦，各樣嘢一定會有。只不過係你今日你選擇你去唔去行呢條路啫嘛。如果我唔行呢條路，其實我可以冇問題，我唔會經歷呢樣嘢。咁所以其實我一早揀咗呢條路，即係話我係必經呢條路，即係話今日得到嘅嘢，我都係必定會經歷嘅喎。咁所以冇所謂啦，都係嗰句，我信自己會得嘅，係咁噶啦。咁所以到最後都係要調整嘅。核心問題講到底，我話要10人團隊，但係我請得10個人，10個人邊會留得低10個人啫？即係話其實講到底都係個量唔夠啦。咁喺呢一方面，我係自己要去再調整去做啦，同埋行動上整合一下團隊嘅資源，點樣可以幫到啱啱入嚟 agent 可以更加容易起動啦，用多啲公司嘅配套啦，同埋自己都要增加多啲活動量，同埋揾人借下力啊！因為我發覺其實 One Office 呢個地方好好啊，我哋有唔同好多嘅高手，有啲國際性嘅，有啲區域性嘅，有啲地區性嘅，乜都有，冇形容錯物再係啦。咁所以喺唔同嘅層面上面都有啲高手可以借到力。咁確實喺 recruit 呢方面嚟緊，我都會向大家去借力啊！究竟我湊呢一個人有啲乜嘢可能俾啲意見自己去幫下自己咧？咁呢一方面係嚟緊係必須要去做。咁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呢一刻係做得唔好嘅，因為我要10個 agent 啊嘛，但係我做得3個啫嘛。咁但係唔緊要嘅，我覺得我未做得好係因為我而家都係未成功嘅，咁我覺得我會成功嘅日後，同埋我相信無論幾細嘅步，我繼續行啦，我覺得一定都會進步咯。好似過往任何嘅事對我嚟講都好，其實都係每一次都有啲挫敗嚟㗎啦。但係經過咗每一次嘅挫敗，其實每一個階段又有一個新嘅開始。咁所以對我自己嚟講問題不大。咁所以其實咁多年自己總括咗一下 ，manager 嘅角色確實令自己成長咗好多嘅。因為回想翻，如果唔係 manager 嘅角色，我唔會咁急切於考唔到第一年 MDRT， 我要去即刻諗點樣我要攞翻個 MDRT 翻嚟。因為如果以我自己一個人嚟計冇所謂啊，但係因為我係一個 manager 嘅角色，我有責任做好個榜樣俾下邊嘅 agent 睇啦。我自己亦都要，因為你去請人咧，你自己都有翻咁上下㗎。
咁你冇理由自己都唔打得，又講到啲行好好揾，但係你又唔係好好揾嘅喎，然後你又話人哋好好揾，咁成件事唔合邏輯啊！咁於是乎我要行呢兩條腿走路，我自己個最 basic MDRT 你要做到咯。咁所以 manager 對我自己嚟講都係成長咗好多。咁以前我入行，大家記得我只不過係睇住一盤生意，覺得呢行有利可圖，可以槓桿時間，可以輕資產成本去做一盤生意。其實所有嘢，其實我自己都係發覺我滿足緊自己。原來我由頭到尾入行，我係滿足緊我自己嘅慾望，滿足緊我自己喺生意層面上嘅嘢。但係喺 manager 呢條路裏邊，令到我原來揾到一個更加成熟，或者揾到一個更加好狀態嘅自己。呢個就係第三個我哋要尋嘅人，就係自己。因為喺 manager 嘅路上邊，你行下行下，你會發覺你背負嘅嘢唔係你一個人。你唔係話你買少隻錶，去少個旅行就得，因為你下邊有團隊喺度，佢哋都係因為信任你而入行。咁你都有責任去繼續去成長，令到自己更加強大。因為伙伴嘅信任，你唔可以辜負。咁所以 manager 嘅角色上邊，除咗令自己喺 agent 嘅角度成長之外，同時亦都令我人生睇嘢闊咗。咁所以今日我做嘅已經唔再係話我自己要做一個 MDRT 定係要點樣，而係點樣可以將一個團隊壯大啲，點樣可以令到入嚟嘅 agent 佢喺度生活得愉快啲，或者係生存得容易啲，係啦，或者係存活率比較高啲，甚至乎係令到佢哋都點樣可以容易啲去 recruit。咁而家嘅使命喺呢一度，自己唔係唔重要，但係頭先講嘅嘢同樣重要。最後，我用一張相同埋一闋歌去做一個終結。大家睇呢幅相，好似好有型。其實大家睇唔睇到啊？會唔會好黑啊？呢幅相係我某一次行山嘅時候登頂影嘅，阿 Samson 幫我影嘅。係啊，我哋都好忙下 Samson。係啊，又係 Samson 真係好好。咁呢幅相啦，係我有一次登頂嘅時候影嘅。咁旁人睇可能我只不過係一張好挫嘅相，好懶有型咁喺度打個卡咁啦。但係其實呢張相我係中暑嘅，我係行完上去，所謂我哋叫爆咗計啊！行嗰時候我中緊暑，其實我係睇嘢好暈啦，我喺度滴緊一啲冷汗啦，咁去影呢一張相。咁我攞呢張相出嚟做結尾係，其實我哋好多時望見別人或者係自己想完成目標去登頂啦，有時確實可以好簡單，但係好多時都未必係一個好容易嘅狀態，因為我哋唔會知道我哋行山嗰日嘅天氣、溫度、濕度係點啦，我哋唔會知道你當日嘅狀態，琴晚夠唔夠瞓啊，各樣嘢啊，或者你帶嘅物資夠唔夠，你冇得預計，你只能夠行咗先算啦。咁所以個結果就係一定會有時間係中暑啊、唔舒服啊，各樣嘢一定會有。但我好明白呢個道理，你每次 set 個目標去行，你要有心理準備會有咁樣嘅一日咯。咁所以對我嚟講唔係啲乜嘢，到最後送隻歌俾大家，俾掌聲啊！呢兩句歌詞正正就係代表住我自己嘅心路歷程。願你知每步每步和誰奮鬥，別再有未能動搖命運之手。若結果偏不如意，始終無悔，拼命過去追求。願你知每日每夜為何戰鬥，別再有別人未明白自己傷口。願你相信，捱過明天的思念，會在背後發現天際聚滿飛燕。多謝大家。多謝晒阿 Tim，我哋再俾更熱烈嘅掌聲。
咁就接落嚟